若这个冬季是乌鱼大出的季节，加上寒流到位，甲这乌鱼拢甲带来台湾的海峡。中华线西乡的渔民透着风影出海来掠乌鱼，做一个是掠着7000外尾，加上前几工所掠着的2000外尾，总共是掠着9000外尾，差不多会当卖到400外万。渔民是痛甲嘴啊利塞塞。伫半暝海面上，这鱼友唔惊冷风甲大影，一直发现有乌鱼群尔，3-4台渔船做伙来。这把我绑啊，这绑个一条尾得无？风影有够大，这鱼友有几下摆险险啊跋倒，随着这鱼网啊回收了，会使看到网仔底拢是乌鱼，伫冷风中辛苦的做事，总算有回报啊！天未光，赶紧入港起鱼啊，加算算的有7000外尾。拢现在啊乌鱼啦，哈，大尾无？有啊，这摆5-6斤啦。甲几工前掠到2000外尾，加起来，这摆乌鱼总共掠9000几尾，数量之多是最近几年来真罕见的，估计会使赚400万。鱼友是哪讲哪笑，讲伫冷风中掠乌鱼，总算有拼到年底奖金啊！年终奖金入袋啊！水温牵来到咱台湾西部海岸有无？嘛牵了有够，拢有买防寒衣啊，咧穿啊。嘛是辛苦啦吼。一定会辛苦啊！变风变影啊，还佫水温才加着。这摆乌鱼，当尾鱼卵鱼标拢真饱甜，内行乡亲一听到消息了，随赶来鱼市场。有啊，都要来买，因为我买3届拢买无啊，这届第3届啊。渔友表示讲，掠乌鱼嘛要看运气甲天气，有时出海2-3天拢无看到鱼啊。这摆寒流有够冷，将这鱼啊呢，拢赶到附近的海域，才会当互因满载而归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